你们不在死亡都是到此抛泪露面，成何体统？弟弟，青山难得庙外，外面桃红磊落，深山深海，我们众人关在虚里之中，实在是只可为不得亲张居士先生也管教事，你们不该心猿意马，还不快随你母亲回去。母亲，泪花泪落，我们与父也争，还是为娘回去吧。是。侬真是好福气，家有2位千金，一个叫刘墉，一个叫刘花，真可谓是实话实有。还有这位聪明伶俐的宝贝儿子。刘先生，老夫这位大女儿之事，在此恭候已久了。女儿，为不要听你大姐姐算命，你可在今次冤枉一番，不可随缘。哎，晓得的。哦，张老爷啊，侬又要算命了啊！有道女大莫中泪，家有长女年十九，这许多怕命相克，来往里关县掐子的成去，可是你也管教是张秋生。毕业毕业，张先生破了门的难成缘，请他来教导儿女都成全，本是我联系婚事来收来。县中的女婿叫谢成林，家有2眼，走马路。原来是谢家谢公子，是滚滚身家。哦，不晓得公子小姐今年几岁？公子25，小女19。哦，相差6岁6错啊？什么？哦，6神通，6神通。有道是能打6，君子吃了请问此人不是？哦，先生请快跟前。好。哟，好绝哉，好绝哉！自丑云茂顺子心，哎呦，些公子是官文成家好门庭。对，继父在京为官。老早晓得在。哦，先生不愧为刘官姓哟，不假。却只说来女命所托，男所忌。惊动女女配夫妻，哎呦，男为龙的心，女为玉的心。龙凤呈将是天。到将来福星高照，百无禁忌，儿孙多到万事一。赵爷啊，我30年算命，为重生虎干好个命运。哦，恭喜！托先生进口。
谢谢先生这两份礼。哦哟，到时候再请先生吃喜酒。哎呦，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阿爹，我要吃喜剧。哦，丽儿，老爷，谢公子定亲来了，老爷。老爷，谢公子定亲来了。哦，我正在里财钱大大，进城来了。大爷老爷，这是福星降临，财运进门啊！列这位父迎接，遇见福星啊！老爷，算命喽，算命嘞！清风万里，送来你，与故远行。碧云天，丈夫江东三长在，夏末吉利多华年。来儿出塞心地好，来花我盼甩春烟，更有留用在金刚，宽比家用挂天边，秋月映金面，真乃是门里个凡情。燕子好，埋下一片痴情梦，艰辛交多有时张先生，哦，二小姐张先生，啊，大小姐，张先生，你好心之呀，都是写起对子来了啊。先生叫我们写的诗，我们都写好了，请先生指正。哎，先生一话总是先看自己的，今天先看我的。好，待我看来。东风
爷爷曾自诩玉露天花金石玉，二小姐就是喜欢玉环。哎，是便是，玩是玩。这是奉来千丝洞，行花茶一菜馒头，意境甚好。不过二小姐正值青春年华，3月一日不可一味同饭。妹妹，先生言自有礼仪。哎呦，你们俩呀，总是一搭一道，一合一唱。呀，二小姐。好了，我是看姐姐的大作，先生啊，一定十分中意。妹妹不可失礼仪。先生，此内有生欲言2个字，请先生指正。好。二小姐不要介意，大小姐的诗作不如笔性得当，一元进账，可称佳品。先生过奖了。哟，怎么说呀？姐姐这首诗写的万不归好，这下感动一个字，那可真的是妙啊妙不可言了。不知要给哪个字？啊哼，你们听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先生放心，小妹说说而已。说说而已。先生，有什么写的一副上言，请先生指正。妙来于是倒有一副下令，是讲大
小姐。一段趣事，我曾啊，有什么趣事，大小姐？张先生，大小姐，大姐姐，大姐姐，大姐姐，喜事来哉，喜事来哉！小弟，你说什么？阿爹到城隍庙里去说媒，要叫他去陪公子谢成礼。啊，莲儿，你怎么懂这？是我亲儿听到的。啊，姐姐，好姐姐，阿爹要叫大姐姐嫁去谢公子了。可大姐姐喜欢的是张先生，我喜欢张先生，做我继父，我去用弟弟生。妹妹，哎呀，二小姐，你们死不得的。这有什么？弟弟真的不讲道理，你们也不能好负自己呀！我看那谢公子光腕之地，八成不是个好东西，不是花花公子，便是浪荡公子。妹妹，姐姐，时间不等人，只以时机拿，总不能叫那糊涂弟弟一个人失了算。姐姐，我陪你去告诉弟弟，将谢公子的婚事退掉。姐姐追，大姐姐追。阿爹啊，刘儿，弟弟，儿啊，你的喜日来了，为吾作子，与你定下终身大事，百事也算不了。女为得喜，男为龙得喜。啥叫龙得喜？这怕是受罪心。我还不是花花公子，定是浪荡公子，捏到公子。弟弟，姐姐与那些公子素不相识，怎能定亲？快把这婚事退了吧！哎，叫你什么太荒唐，可知晓媳妇为婚在金房，端稳自的教育法，八字相配，门不相当。明着里为吾上京不进红房，待公子去为宗师拜喜堂。姐姐，哎，张先生，阿爹啊，张先生他。老爷，万生两月不生，告退。哎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父亲，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身，我这儿夫必好生款管，倘有差之，必你死。老爷只管放心。老爷夫人，谢公子来了。好，吩咐客厅相迎。是。弟弟，我们出去看看。放肆！女儿家岂可抛于路面？你二人说上了君神回报，实不准家法从事。母亲，二郎，你弟弟言辞世上，万不可失之自长。母亲，常言道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母亲，好好劝劝你姐姐。哎呀，快去呀！姐姐，哼，连我都不让换。大姐姐，那些公子我看到了。小弟，你是怎样见到的？阿爷。
草，追去路来要雨红，好像铺子团地包。姐姐，去等我，冷欢弟弟往下逃。哎呀，姐姐呀，你万万不可学拜呀，拜头。天哪！我的母亲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呢。哎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喂，什么办法？姐姐呀，每登石路西山下，我悄悄下来进书斋，告诉他姐姐早已意中人，劝他退婚好回家。这个办法了。姐姐，大姐姐。谢公子去。荷塘清波，映月花影丛中，迎结伴。前面是我花的。公子，你追啦！哎，我哪里是追呀？公子，老爷神明着无人一动静静，请公子早生安息。知道的，你先去吧。月上爹呀，十字王花好与愿，把婚配，谁知晓一瓢冷水当头上。说什么弱女不嫁怕一老，定要我顺宫插闺房成家，更可恼上门不见小姐面，好意思水中明月情中
不要死了，不要死了！哎，倒茶，倒茶，是。哎。哎呀，公子啊公子，门外没有留用，哎，只有天上一轮明月。哦，今宵明月吗？是若恩是早谢家的喽。对，我这就替他给上一个喜事，给个喜事，给，这，哎呀，这。顶上是莲月小姐看你来啦！啊，你是什么？莲月小姐看你来啦！哎呀，哎，公子这，言儿倒茶是。小姐，请用茶。请。此次道谢公子。啊！哎呀，是君。哎呀，该去。哎，公子他。好，我。公子怎么啦？啊，哎，公子他一句得茶。啊，外面快去现在来。是。哎呀，小姐呀，今夜乘风送尘来，月是小文花似在，一行家具两心字，手扎小竹切宽围。
是啊，这个小明月嘛，是算是遭谢家的喽。哎，小姐，你何不试试匆忙啊？我摔下去太冒昧，怕只怕大夫时辰要返家回。啊，小姐，来，你叫我坐下。你做件事痛，为何来？清晨错女书生归，每月凄凉太可悲。我是东风之神医，不足红啊插香来，小姐你无悔下来台，好闻可入生须眉，小生不爱眼下强。红颜红云小家成身难得红子气，浑身不家规，不家规。公子出言抗儿退，他句句话你从心为。刺痛桃儿思难去，真杀得叫他把家回。看起来他与自己心情难相配，倒与我快生快女，是天生一对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我在想，请君一席话，生动十年书。这是时候不早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小姐，公子，禀自己，我敬公子一杯。啊，多谢小姐。唉，可
夫妻两小苦短，明日一早便要启程了。啊！因我是此匆匆，都是领政大人，定要比我上京观考，直到无不嫌大等可和小等可，只有总司为官，头戴乌纱，方能摆堂成群。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只要进对你下，便可结为伉俪，死于与众人结亲，与不至于负纱帽成婚。好，你这个对呀，我也敬你一杯。我只盼不管无劳，一生情，结冠天涯百里
小姐，小姐。早上那个去挂盐水。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！我不告诉别人。小弟真好，好什么呀？这几天你们都有点心事重重的，都不愿跟我玩。弟弟，好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母亲，你进香回来了？回来了。母亲，你说。莲花，看你气色不太好啊。母亲，姐姐她，哎呦，怎么啦？姐姐说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你到市去吧。哦。莲花，母亲，这几个月来，看你精神倦怠，不知时候到了。这可是身子不适，不，你还没有病。晚上没有病，陈爷，老夫人，快去请医生来给小姐治病。是。慢，母亲，你还不让快点回房歇息片刻，便会好的。慢。莲花，你有什么心事，可要趁早讲来。为娘可是过来之人，你千万不要忘了。母亲，你讲啊！哎呀，你讲啊！母亲，多小孩儿，对不起母亲，对不起弟弟。你，难道你真的做了大逆不道之事？都
久了。你好，你的名字也有才儿，他要我自家教育当从严，如今谁知你上宫大寿担保天，叫为娘不迎接你弟弟。女孩啦，是哪个歹徒将你骗？话语为娘讲之前，孩儿，你不要哭，你快讲，你快讲啊！母亲，那天晚上我到雷下书房，夜半三更，你到书房做甚？哦，我是为姐姐。你这个上风发射的，你叫我怎么向弟弟交代呀？可不当是你，母亲，小姐是可不当是你。母亲息怒，母亲息怒。绿友，你妹妹她。女孩知道了，陈爷，让我老夫人回房歇歇去吧。是。绿友，她是何人所骗，要与我问个清女孩楚。知道了。天哪！妹妹，姐姐，妹妹。一夕娇花早生当，不谁年子真姑娘。妹妹呀，你究竟与人是情事？阴中富裕几知晓？我不告诉弟弟，只告诉娘，与姐姐为你分有情，收藏。姐姐，妹妹，话到嘴边谁当香？她真是我错把苏扎做心想。我杀人先把真心讲，难杀了姐姐，气为了娘，更怕血泪到考察公子他情绪见证父王养，我要进衙关，不能讲我是疾苦故事凄惨。妹妹啊，妹妹，你怎么这样人心糊涂？你咋不讲正经？母亲正向弟弟交代，你在家中将无永生之地。关于你腹中的孩儿，又该怎生此子？姐姐，妹妹，你信不过姐姐吗？不，总是妹妹该死。妹妹，他是谁？你说呀，你快说呀！啊！她本来是属于姐姐的身。妹妹，我的神，是他张希
去呀人，他明里对我相亲近，暗地里恰与妹妹去私情，这真是瓦龙瓦夫难瓦困，我要去禀告母亲，免怕你这苦心生。怎么？问起我来了？你细细想来，细细想来，细细想来。柳丝开花，秋风多事，杀柳且枝，花且枝。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明白？啊？他们必在指我？哎呀呀呀呀，小姐呀！天之情，地之情，我要一心来hon尽，就是开花，私生意。
你呀，三个月子不可见面，与他是大丈人是且长生，哎，是要你妹妹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替妹妹高兴。哎呀呀呀呀，大小姐你，先生放心，有生就会钱不自卑，只要你们。你怎么有声又不像话了呀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老爷来信是过几天便回来，老夫人难以交代，觉得走投无路，要带二嫂姐同用家法。二嫂姐她愿在这满意。陈爷，快叫老夫人手下留情，我马上去来。是。张先生，妹妹还在担心，眼下居然要紧。对，眼线别的是小，就生是大呀。可是府中都是女流之辈，谁能相救于他？这先生你，是啊，我是他的先生，怎能见死不救啊？看来妹妹已走投无路，只有拜托先生你了。你看我能做些什么？怎能帮他母子平和？只有请你带妹妹回家去吧。我，唐先生，你万不要怕死，怕死，他真是不死，你不死，我打死你，怕死，你万不要怕死，母亲，先生，求你了。也罢，大小姐，只要你心里明白，我能理解你对妹妹的亲情。我不要先生好伤心。老夫人，小先生，你万不要怕死。老夫人总是情深不寿，不要一时想变马。我小子你上兵把守是有的，母亲。小先生，你万不要怕死，母亲。你快说，他究竟是谁？是他啊！不，是他啊！不，娘你死！妹妹，二小姐，老夫人，二小姐不是挽留害怕，你再也不要给他了吗？待他弟弟回来，乃与他永生之地。我母女早晚一死，也罢，我随即去死。母亲。老夫人，你还是让我带二小姐到乡下参皮一场。只可小女不归，与你何干？哎呀，我要承认啊！你不必是你，不，妹妹，二小姐，老夫人，你还是让我带她回去吧。我必是你不，你这一贯情深。秋风秋雨荡秋子，点酸苦辣，母亲郑先生，
谁？婆婆，娘娘，今次大
我来问侬，侬姓啥啦？孩儿姓张，侬姓张吗？小人当然是姓张喽。哦，伯伯名字也好听，就让他好好想想嘛。对，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明朝等个孙子没用，我还要上街嘛聚餐去呢。伯伯，我去替他烧副热茶嘞。好的。小姐，张先生，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能知道这房里去了，让我们母子去子吧。不，你产儿虽说，不可见风受凉。先生，你好好歇歇，好好歇歇。先生，先生。为小妹你梦羞耻，风雨飘零相父子，种种苦痛我深知，恩师啊。
妹妹，姐姐，妹妹，姐姐，你是怎么来的？刚才母亲天阴之景象，已经第3天了，3天来探望妹妹。姐姐，你说哦。姐姐，喝茶哈。姐姐，弟弟可曾回来？弟弟来信时，已从京城动身，不知便可回来。母亲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母亲天天诵经礼佛，为你祈求上苍的。姐姐，那你妹妹，听说你生了个男孩。姐姐，你来看看。这孩子长得真好，妹妹，你也胖了。姐姐，妹妹，张先生心地善良，待人体贴，你能与他结为伉俪？不，姐姐，张先生一直在思念姐姐。思念我，那你与他？我与先生过去是私生，如今还是私生。那这孩子，这孩子与先生父过爱。姐姐，你千万不要再冤屈张先生了，我去叫先生出来，你们好好谈谈啊。妹妹，这孩子与先生无关，是我错怪了他，是我错怪了他。大小姐，张先生，啊，大小姐，哎，请坐，哎，请坐，请喝茶，哎，喝茶，哎，喝茶呀。小妹到此多遇讨杀，不妨事。长期来两恩师，于心难安。不，是家人不必讲话。大小姐，我张先生，姐夫是情长，杀酒千分心，使我冤屈了高风良计，带上受苦的好恩师。大小姐，张先生，是我错怪了你。大小姐，只要你心里明白。张先生，大小姐，你别可好。先生，谢公子却为宗室上金堂，官居一地要背堂，不良素昧平生呀，迷茫啊，愚人自己犯下风尘梦想，怕只怕今宵一别难相聚，为家就是陈世长。先生啊，来找明月，找房柳，我小事一手来。请啊，
请为父，就要为大小姐筹办婚事，请我们赶快回去。大小姐，老夫人再三交代，叫我们不要耽搁时间。先生，保重。大小姐。母亲，侬做个好事啊！怎么啦？有人从城里回来，说张家老爷刚刚回府，要到衙门里去告侬。告我什么？告侬挂骗张家儿小姐。哎呀！母亲，你有所不知，你光是老夫人做媒，明媒正娶，想不到侬做出个真事体呀！伯伯，哎呀，母亲，出了好事！媳妇大娘啊，我万万没想到，侬是被挂骗来的啦！伯伯，这是我不好。都是孩儿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耶！看爷两个人到晚有情有义，我老太婆也是辣椒这步对不起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挂去身。哎呀，母亲啊，这些就是没办法，不得的。为啥？哎呀，母亲啊，我们名为夫妻，实为私生啊。啥叫实为私生？我来问侬，这个小人是啥人生的？当然是孩儿所生。好啊，既然小人是侬生的嘛。小姐还愿意跟侬到乡下来吃苦的，跟侬为啥不肯明媒正娶？我来问侬，侬是城里有花头，还是城里有相好？侬讲没良心啊！我母亲非打死你不可！母亲，宝宝，侬跟我出啥？侬母亲。我出丧，母亲，我没能这个日子啊！宝宝，侬讲我出丧。
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小姐放心，我一定把谢成林找回来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喂，你可是张秋人？哦，正是。大圣有令，叫你做哪鬼哦？啊，我什么何才？你管骗两家女子？哼，你们府兵府居敷衍好生。我们是奉谢成林大老爷之命，你们当个违抗？谢成林，你说是哪一位大老爷？嘿嘿，新生的远父母官。谢成林，谢大人，原来是他。好，呀，众位大哥，你们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外甥随小姐之托，得来找圣兄商量。下凡可是张凡，姓张，不是吧？有声张秋人。我来问你，百年之前，可是你接到张丽花出走为相？哦，正是。哎呀，我们师生风雨同舟。你们几位师生因我爱及事情有关
出走，你身为秀才要子，可知羞耻二字？啊，公子，你可不要冤屈了我。我也小姐从不乱语事情哦，也真是。既无事情，那孩儿是谁所生？啊，你本官对天下有情之人一向宽大为怀，只要你讲得出情之理，我去。呀，公子是你小姐一见钟情。此刻，本官与那张莲花素不相识，你尽管血口喷身。你可真是血成林，谢大人，正是本官。好啊！原来你中了红缨，出了高官，便不言求情，反言无情。他你身为大人有恶意这种，控制引发无趣。谢成林啊，谢成林！我为刘华伸张正义，哪怕刚到家生，也要告你个故后才叫背信弃义，竟受不住的如此小人！来有，拉下去打赢伺候。是。呀，小姐，慢！困在张家小姐的面上，打下去困打二字。是。小姐啊，小姐，看来为师救不得你了。走，冤枉啊！带上好来。公子，哦，下战后生，张雷花，你来做啥？为张先生鸣冤叫屈。你身为名门贵秀，竟与那无耻之徒私情聚合，我还为他负力叫穷。要是父慈之徒，并非张先生。这是何人？想当初，有一位风雷公子到我家登门定亲，那天晚上与我书房侍卫心头遗憾。你究竟是谁？他是啊，刘月，不，我是梨花。哎，大人是他，哎，就是他。哎呀，错了，错了！想不到莲花竟是梦中人，我以为相逢，心也静。因爱转身以为难道他竟与那先生去私奔？莲花，张莲花，你既与那公子情得意合，又为何见异思迁，与那杂蛮曲人恩结私情，又上出走？你与我是，你与我讲，公子，跪下，跪下。谢他。
我生意。
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哎。世上七岁有岁一百。只要你们有精神，忠贞眷属，我痛在身上，喜在心头。先生，哎呀，禀大人，方才张家老爷派人告知，说明日良辰吉日，大人于张六月大桥去西结良缘，请大人速速前往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哎呦，哎呦！糟了糟了，都乱套了。老有飞雪空云天，想不到西村的小子很常见。我这里把这喜酒要开业，记得我烈火焚心滚雨间。老爷，哎呀呀呀！老爷，客人们都来了，这个时候是好。行，都是你养你不见是见面，害老夫明媚望中是颜面。是你家法太可怜，为什么曾经不上身见面？爱小女梦里再把姻缘连，爱先生冤枉官司不忘脸，爱张玉都是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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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你！哎呀，弟弟们兄弟们，不要吵了，客人们都在等喜剧情谊。啊！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嘿嘿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哦，什么办法？那个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怎么个画法？哈哈！眼中喜到眼中去，两个姐姐来磕头，两个姐夫求财，两对鸳鸯一对花鱼，女儿两边好戏剧，鸡蛋欢喜小黑呀老爷，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，更何况日月张先生早于今日年个4到4斤也之句。晃荡，晃荡！老爷，老爷，可是能知道怎么办呢？啊！老爷，你老爷夫人两三就是一道，请老爷夫人快来吃吧。啊！这老爷，哎呀呀呀呀呀！老爷，哎呀呀呀呀呀！
有有，哼，你们都给我听着。
生来报仇。哎呀，刘先生，大小之意出手貌似落地，相差一眼眼，一眼眼。西京城人民观众来救错，是只是来错就是对，对就是错，错中有对，对中有错。哎呀呀，错错对对，对对错错。阿爹啊究竟是对还是错？这，哦，今朝天气怎么样？嘿嘿嘿